一群废物！大郡主，你怎么看？应该是与性命无碍，但别的我摸不出来。快，先把龙骨端上来。淑君，韩硕，龙骨乃花园城秘宝，可治百病，可解百毒，千年来只此一根。韩某知道。芊芊是冒了杀头之罪为你取来的，你不喝下去，治疗你的心疾吗？他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。我救着三公主没事吧？哇，果然是龙骨，药到病除。许是我中毒不深，一口就好了。少泉，这龙骨能治愈你的心疾，你赶紧。我千辛万苦为你得来的龙骨，你竟然如此怠慢，你赶紧喝了你！韩某不敢。想死了！三公主莫要激动，激动伤身。你赶紧喝了吧，他这是以命相逼呢。事到如今，我知道竹筒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有愧于你，但是那日看你事发心急，我于心不忍。就把这龙骨喝了吧，你快点喝，再不喝凉了就更臭了，都得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啊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是……你喝了龙骨就能治好你心疾了。少君喝了龙骨，定能痊愈的。这样，我也就放心。